自2024年8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建造圣殿做准备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历代志上卷22章第19、19节。为建造圣殿做准备。这几年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，毋但简单对人的健康带来威胁甲伤害，也改变人甲人的互动，造成世界的失序。一位好友伫旅游业上班，受疫情影响，伊会带团工作，因为安尼大减。疫情第一年，伊简单会当营营踮厝内，当作休养休困。第二年，政府为帮助受疫情影响失业的劳工，推出安心即时上岗计划。好友因为参与符合公共利益的计时工作，得到工作津贴甲防疫津贴，通勉强度过经济寒冬。总是毋是所有人拢通安尼的幸运，有真侪旅游业者和服务业者，因为挡袂牢受逼休业，也是转业。对照规划中约瑟伫埃及做宰相的时，伫7个丰收年期间，努力积聚粮食，通好营运即将来到的7个饥荒年，可见做好准备是偌尔啊重要。大比一生会经历千回百转，少年的时做饲羊的牧者，互先知高抹做将来的王，后来为扫罗王弹琴，互伊安定心神，拍倒非斯大汉人歌利亚，诚侪扫罗王的竞赛，遭受扫罗嫉妒，四界流亡，假笑假戇求生，直到登基做王。大比回顾一生最大的恩典，就是信靠上帝蒙福。不过，伊也捌因为私欲犯罪，受撒旦引诱，点算百姓，直到得罪上主。较早伊及时悔改，得到赦免。因为安尼，大比想要为上主做家己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建造圣殿，希望会当一生带踮上主的殿来仰望伊的荣美。但是上主无甲这个任务交予大比，所以大比退而求其次，为圣殿建造所需要的做足准备。大比吩咐伊的囝所罗门爱建造圣殿，佮吩咐以色列众首领爱齐心协助建造圣殿的工作，敢若会当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大比为着建造圣殿做好准备的态度，也诚侪咱侍奉的模样。现今哪来哪济教会重视门徒训练，毋单单是培育信徒军队主，也鼓励信徒服侍主，伫生活中见证主、荣耀主。重视门徒训练的教会，常常讲到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爱学习主耶稣的模样，伫每一遍服侍以前，拢先退到曠野祈祷。门徒训练是来自主耶稣的呼召，当人通过准备建造了后，愿意互主耶稣差遣，完成受呼召的使命。大比的性命拄好是安尼，对于受警调做君王迄一刻开始，伊一生无共的阶段，拢因为信靠上主就经历恩典，互伊乐意为圣殿的建造做准备，归荣耀伫上主。
特别为建造圣殿做准备，毋是为着互上主抹除伊强取剥夺人下某所犯的罪，也毋是为着暗砍伊点算百姓的内在骄傲，反倒当是伊深知所信靠的上主是守约、是慈爱的神。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也互咱省思家己的属灵光景，是毋是有准备好家己正做圣洁下主所用的圣神的殿，准备行伊所欢喜逐样的善事，是无？默想，我伫信仰上是毋是有做好准备，通好互上帝使用？我伫信仰上是毋是有做足准备，通好互上帝使用？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伫面对生命的课题时，会当提早做准备，帮助我正做乐意奉献，佮做好准备的人，互我的生命通用神益人，奉主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